歡迎到冰島之旅最期待嘅第3日。今日我哋由維克鎮出發，去羽毛峽谷之後，經過 Skafterfjell 同 Svinefjellsjökull 兩條冰川，去到我哋今日冰川健行嘅目的地 Fourjökull 冰川。之後我哋會去冰河湖同鑽石冰沙灘，晚上仲會去到赫本鎮嘅 Parkus Restaurant 食龍蝦慰勞一下。第一站嚟到羽毛峽谷，今日天氣放晴。菲亞德拉峽谷又稱為羽毛河峽谷 （Fenjerdalsjökull），位於冰島南部，由小冰河嘅流水同冰川侵蝕而成。軟質嘅岩體被流水同冰川沖走，而堅硬嘅岩體則就留低咗。經過長時間，就造就咗而家睇到的壯麗峽谷地形。羽毛河峽谷岩壁十分陡峭，全長約2000公尺，深約100公尺。從高空俯瞰時，峽谷形狀如同一根羽毛，所以先會有羽毛河呢個名稱。欣賞峽谷大致有2個方法。第一個，由停車場落車後直接往左走，係橋上面觀看或涉水探索峽谷。相較於由低處觀看，感受羽毛峽谷全面襲來，行斜坡上觀景台係另一個截然不同嘅視覺。步道全程約1.5公里，來回大概需要2小時。當然，仲有第3個方法，就係用無人機由峽谷之間飛入去，或者由明信片嘅角度由上空拍攝啦。我哋參觀完羽毛峽谷之後，中途會經過呢個遊客中心。我覺得呢個係必停嘅中途站。喺冰島找廁所唔容易嘅地方，難得有一個咁乾淨嘅廁所，就應該停低休息下。個中心主要介紹冰島各地地殼面貌，填一張問卷就會仲送你一個襟章添，免費就一個小手信。今日沿住1號公路繼續出發。我哋今日報咗個3小時嘅冰川健行 Local Tour， 自駕係 Skafterfjell Tour Centre 集合。不過時間尚早，我哋先去附近另外2條冰川參觀一下。第一條位於亞特納冰川國家公園內嘅斯卡夫塔冰川，我哋停底架車就直接飛入去睇下。亞特納冰川 Vanajökull 為全歐洲最大的冰川，位於冰島東南部，面積達8100平方公里，佔據了冰島約8%的土地。不過回程都發生咗小插曲，可能因為飛得太遠，無人機員停咗喺冰川上面返唔到嚟。幸好有驚無險，自動返航終於生效。之後我哋去咗旁邊嘅索爾克馬冰川。索爾克馬冰川 Sólheimajökull 位於冰島南部，係米達冰川，冰島第4大冰川的一個分支，以獨特嘅黑冰景觀而著稱。由於底部火山嘅熔岩沉積，冰川上布滿火山灰層，形成了獨特嘅黑色條紋，使整個冰川呈現出黑白交錯嘅壯觀景象。索爾克馬冰川健行活動適合初學者和中級健行者。我哋泊低咗架車，就由步道行上去冰舌底部。冰川下面有個小型嘅冰河湖，亦都係暫時嚟講最容易徒步去到嘅冰川。而家係時候返去剛才嘅 Skafterfjell Tour Centre 集合，準備1點出發嘅冰川健行。我哋 Tour Centre 集合後，我哋就坐越野車直接去到冰川底部。冰川健行嘅團有好多，我哋今次揀嘅團係小班團，全團7個人落車之後，我哋着好裝備。導遊會簡單介紹下今日嘅路線，之後我哋就會沿山路行上去冰川底部，呢度都算係大本營。大家着好冰爪先可以登上冰川，行冰川都好多注意事項。首先要一個跟一個咁行，雙腳要分開至膊頭闊度，以免被冰爪擊親。跟住我哋第一個節目就係試飲冰川水。大家都知道冰島冰川嘅水係最純正，所以呢度嘅可樂特別好飲。有啲人仲會拎啲水返嚟香港做手信。導遊首先喺冰川開咗個窿，然後放把冰斧落去做把手，之後就似掌上壓咁樣，咁就可以飲到冰川流動緊嘅水啦。我哋繼續向上爬升，第2個節目就係導遊教我哋點樣喺冰川上面用冰斧同冰爪橫移。
首先用冰斧做支點，之後就用冰爪記頭插落啲冰度，左右咁向橫移動，就可以喺一個斜坡上面打橫移動啦。教完之後就係大家記實習環節，到而家要學到3個實用技巧啦。練習完，我哋繼續向上行。行冰川另外第4個技巧就要留意地下有冇冰洞，如果發現就要同後面講 hold， 一個傳一個，去到最後一人。如果後面唔小心踩咗落去，就會跌落萬丈深淵㗎啦。行咗45分鐘之後，導遊問我哋夠未，可能驚我哋太攰。我哋當然話未夠啦，因為3小時嘅行程其實唔會行得好高。我哋就諗難得嚟到，當然想行高啲啦。於是我哋一行人再向上面行10多分鐘，嚟到一個冰壁，導遊就再教我哋點樣用冰斧將冰山劈開。之後導遊就帶返我哋落山。我哋返到剛才嘅大本營之後，就要鬆咗個冰爪，就落返剛才停車嘅地方。出發前仲諗小朋友可唔可以順利完成3個小時行程就剛剛好，體能都可以應付到。我哋今日景點眾多，玩完冰川，我哋下一個景點就要去雅特納冰川國家公園其中一個重要景點冰河湖同埋鑽石冰沙灘，車程大約1小時左右。另一個小小嘅 tips 就係呢2個景點嘅停車費，其實只要俾1次就可以，因為都係共通記，千祈唔好俾咗2次啊！冰島南部嘅傑古沙龍冰河湖係冰島旅遊的重量級景點，從雅特納冰川崩解，既浮冰漂浮係平靜的湖面，形成一種獨特唯美嘅畫面。而冰河湖景色亦都時常出現喺冰島旅遊相關媒體中。嚟到冰河湖，除咗可以岸邊觀賞之外，仲可以坐船出去冰河湖中心度遊湖。不過可惜我哋之前冇事先預約，所以今次我哋坐唔到船出去啦。之後我哋嚟到旁邊嘅鑽石冰沙灘，冰河湖流出嘅浮冰出到海就被海浪沖返去黑沙灘嘅上面，所以呢個沙灘上面就佈滿咗好多浮冰。大家可以喺沙灘上面抱起啲浮冰拎嚟影相，遠睇成個沙灘都係一粒粒浮冰，就好似成個沙灘都係鑽石一樣。如果冬天嚟到就會更加壯觀，所以呢度就叫鑽石冰沙灘。今日玩咗成日，消耗咗唔少體力，係時候食晚餐好㗎。揸車大約1小時嘅路程，我哋去到赫本鎮一間好出名食龍蝦嘅餐廳，叫 Pecos Restaurant。我哋足足排隊超過個半鐘頭先可以食到。我哋叫咗個蒜蓉龍蝦同埋一個奶油龍蝦拼薯波，再加一個出名嘅龍蝦湯。雖然價錢好貴，但今日咁辛苦係應該慰勞下大家。飲飽食足之後，已經晚上10點，我哋揸車去今晚嘅住宿，位於赫本鎮附近嘅 Lija Guest House， 簡簡單單，一間房設施唔算多，但2000幾蚊晚係當地物價嚟講已算唔錯。出奇地要讚下佢，竟然自助早餐出奇地好食。最後加插多個冰川嘅花絮俾大家，導遊安排咗呢3位小朋友進行一場刨冰嘅友誼賽，消耗下大家嘅體能。呢4個行程，我哋會去到蝙蝠山呢個冰島嘅天空之鏡，仲有維京人村同埋發夢王小鎮，仲有藍色教堂添。下集再見，拜拜。